自古以來，人類都會為咗保家衛國或者促進經濟發展而興建一啲大型建築，但係有啲建設係會令到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分離。然而，只有橋樑係可以將不同地方嘅溝通交往更緊密咁聯繫起嚟。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港珠澳大橋將會為我哋提供一條快捷嘅陸上通道，令到生活喺珠江三角洲兩岸嘅所有人可以融匯喺一齊。港珠澳大橋由大嶼山北面進入香港，因此我哋需要喺北大嶼山揾一個適合嘅地方設置香港嘅口岸。負責大橋規劃嘅部門遇到嘅第一個難題就係呢個口岸應該設置喺邊度。喺大嶼山北面優美嘅天然郊野海岸同埋擠擁嘅香港國際機場內，根本揾唔到合適嘅地方去興建一個面積超過100公頃，相當於6個維多利亞公園咁大嘅口岸。唯一嘅解決方法就只有填海造地，但係可以喺邊度呢？喺眼前眾多口岸選址方案中，有啲存在一啲根本嘅經濟、工程或者環保方面嘅問題。另外一啲就地方唔夠大，呢啲方案都唔可以作進一步嘅考慮。剩低2個方案分別喺機場島嘅西面同東面。如果口岸人工島設喺機場西面美麗寧靜嘅海域，佢唔單止會影響到珠江三角洲嘅水流，仲會侵佔咗中華白海豚嘅自然棲息地。呢度正正係最多海豚出沒嘅重要水域。除此之外，機場島西面水域方案仲會面對另一個問題，就係佢會距離我哋嘅運輸樞紐香港國際機場太遠。再者，如果將口岸人工島放喺西面嘅水域，我哋仍然要為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南面着陸點填海，並且修築一條長達1.8公里嘅海堤。基於以上種種嘅原因，西面水域嘅選址方案最後都被否決。喺眾多方案中脫穎而出嘅口岸選址就喺機場島東面。呢個口岸嘅位置同機場大樓、亞洲國際博覽館以及東涌市區只係咫尺之隔，同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嘅南面着陸點結合起嚟之後，更有利打造一個四通八達嘅海陸空交通樞紐。同時，呢個口岸位置對海洋生態嘅影響十分少。而且由於口岸同東涌有相隔2公里嘅距離，因此喺施工同埋運作期間，對附近居民嘅環境影響亦非常低。當口岸選址確定咗之後，下一個關鍵係點樣去訂立一條能夠平衡經濟效益同環境影響2方面嘅走線，同港珠澳大橋主橋連接起嚟。走線嘅方案主要有3個。第一條走線由山石灣附近開始，採用穿山隧道穿過大嶼山嘅山巒，但呢條走線會破壞北大嶼山郊野公園優美嘅天然環境，同時亦都會造成好多生態環境上嘅問題，因此呢條走線並未被採納。第2條走線主要取道機場島嘅北面，為免阻礙咗機場未來嘅發展，呢條走線必須要起一條7公里長嘅隧道。呢條隧道嘅走線鄰近污泥卸置區，建造期間需要進行1500萬立方米嘅挖泥同填土工作，將來運作時又需要全日24小時嘅通風同照明，每年亦因此將要消耗3000萬千瓦小時嘅電力，並且會排放大量嘅溫室氣體。總括嚟講，呢條走線喺環境影響同可持續發展方面存在極大嘅問題，所以唔再作進一步嘅考慮。第3條走線係經過機場水道，然後喺機場島嘅南岸着陸。呢條跨過大嶼山北岸嘅路線，既可以確保天然環境不受破壞，又唔會影響到一個國際級機場嘅安全運作。相對於其他走線，呢條走線從環境影響同工程可行性等各方面嘅考慮嚟講，係最佳嘅選擇。因此呢個方案最終被採納。一項咁龐大嘅基建工程，市民意見係不容忽視嘅。喺大橋嘅規劃期間，東涌嘅居民擔心位於機場島東面嘅一段高架橋路段影響景觀，於是負責大橋規劃嘅部門亦相應調整設計，考慮到現時機場島東面嘅海岸線並冇特別高嘅生態價值，而將該段高架橋部分
改為靠向機場島東面海旁嘅隧道同道路。經過修改後嘅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嘅走線，將會離開附近東涌民居超過700米。咁遠嘅距離，對居民造成空氣污染同埋噪音影響將會非